故事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嘅故事係採蘑菇。森林入面落咗一場大雨，大雨過後，雨過天晴。小白兔米米喺樹林入邊經過，哇！佢見到所有大樹下面都飆出咗一片密密麻麻嘅小蘑菇。米米見到啊，好興奮啊！佢心諗，咁多蘑菇仔，聽日就會變大噶啦，可以摘咗嚟食。哇！我要大豐收啦！米米返到屋企，即刻就揾咗好多裝蘑菇嘅大籃，心諗聽日呢肯定可以採到一大籃蘑菇啊！唔係啊，係好多籃嘅大蘑菇啊！一諗到咁樣，佢就興奮到個心卜卜聲咁跳，平靜唔到啦。突然間，米米諗到一個問題咯，要唔要叫米